多謝陳議員。其實個流感疫苗個接種採用醫健通咧，只不過係醫健通加嘅其中一個功能嚟嘅啫。咁醫健通加咧，其實到而家已經有超過80%嘅人係入咗個系統入邊嘅。咁我哋明白，因為今次嘅流感疫苗咧，我哋強調第一次就係話18歲以上嘅係需要登入，即係加入咗醫健通先至可以去到。咁喺個處理過程咧，最初嘅時候我會話係會有少少嘅一啲teething problem 啦嚇，但係咧就已經係迅速咁去處理咗㗎啦。我哋其實咧就提早咗個疫苗資助計劃，俾私家醫生咧就早咗3日，係9月22咧，其實就已經開展咗個喺個私營醫療診所個疫苗資助計劃㗎啦。咁呢個資助計劃咧有接近1800個醫生參加啦，有接近2800個注射點。咁到而家其實短短嘅1個禮拜到啦，就已經有110884個疫苗係注射做咗嘅。咁個電子系統咧，其實長遠嚟講咧，肯定就會提升效率嘅。咁但係咧，相信大家都會理解喺最初用一個電腦嘅過程咧，尤其是可能其中有一啲人係未參與嘅咧，就需要一啲時間去入嘅。我哋亦都好同意陳議員講咧，有啲可以改善嘅地方。嗱，例如啦，我哋收到嘅一啲嘅需要服務嘅求助咧，開展咗1個禮拜度啦，有1900個電話嘅查詢嘅。咁其中咧，我哋有啲改善嘅，包括咗個疫苗資助計劃個知情同意書啦。我哋原本咧就有10頁嘅，因為根據法律要求嚇。咁我哋已經係縮減到去到4頁㗎啦。因為淨係睇嗰10頁咧，都相當長嘅時間嚇。咁我哋都，但係呢個係法律上邊嗰個私隱個要求，佢同意係需要睇咗嗰啲資料嘅。第二咧就係26號咧，我哋已經開始做一個系統嘅升級，令到運作更加有效率啦。28號咧，我哋亦都改咗個系統，係俾私家醫生入邊佢哋咧係指定嘅一啲護士同助理都可以輸入資料嘅。因為最初嘅時候係指定醫生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始終係醫健通嘅系統。但係咧，我哋為咗方便嗰個一啲診所運作咧，我哋容許佢哋嘅護士或者助理咧都可以幫助去輸入資料啦。第4咧就係對於一啲新加入，因為有啲新醫生係新加入個電腦系統嘅，佢哋有啲咧就唔能夠即時接駁得到，佢哋個系統之間有問題。我哋都提供咗個技術支援咧，即時幫佢哋處理咗個問題。最後咧就係有啲醫生咧，佢哋有個攔截彈出式嘅視窗。即係佢自己本身嘅電腦系統有個 block 咁樣彈咗出嚟咧，係阻礙到個正常運作。咁我哋亦都即係幫佢哋處理咗啊。咁所以種種嘅問題咧，確實咧就係有改善咗嘅空間，亦都係做咗㗎啦。最後一樣咧就係其實呢啲輸入個登記咧，如果我哋好好地可以用到個身份證，因為身份證入邊其實就有晒病人嘅資料啦，就唔需要話用人手去到輸入嘅。我哋亦都係考慮緊用呢個身份證嘅閱讀器去嘅。不過咧呢個會牽涉到喺一個法律上面一啲嘅問題，我哋要解決咗。但係未來咧，我哋好快就會將呢個利用個身份證咧係直接將佢個資料輸入，就唔需要有個人手嗰度啦。至於你提到嗰個預約啊，嗰個功能咧，其實我哋個預約平台咧都必須要翻去原本我哋唔可以重複做第二個預約平台嚟嘅。所以醫健通加入邊嘅預約平台咧，其實主要就係除咗醫院管理局啦，我哋會幫佢連接去到醫院管理局嘅 HA Go 啦。而如果佢係衛生署嘅一個服務，我哋會連接去到衛生署個預約系統。因為大家係提供唔同嘅服務嘅，而醫健通加更加未來會有一個更加重要嘅一個預約平台咧，就係一啲私營嘅醫療機構，特別係啲大嘅連鎖嘅一啲醫療集團啊咁樣咧，我哋都會容許佢將個預約嗰個平台係連接咗上嚟，咁令到咧醫健通加佢嗰個預約平台咧係真係做到一個平台就可以睇晒唔同嘅，但係各自嘅預約咧都要翻去佢嗰個系統入邊嘅。呢樣咧就唔係醫健通加會代替咗 HA Go 啊，或者衛生署佢本身嘅預約制度嘅。多謝主席。好，唔該晒。最後係我嘅發問，咁主要係兩方面嘅意見。第一方面呢，就係醫健通加嘅發展方向，會唔會係考慮係發展一個外掛作為一個外掛系統嘅
綜合運作平台。咩意思呢？其實現在我哋都見到，隨住人口老化，好多長者或者啲慢性疾病人士喺屋企有一個監察系統，市面上都有好嘅監察系統，睇到維生指數啊，有冇跌親啊等等。但係呢啲數據現在嚟講呢，就係佢獨立嘅一個系統，未必能夠同醫健通係兼容。有時一個病人佢可能有超過一套呢啲系統喺屋企，而系統之間嘅數據亦都係唔兼容，於是乎喺綜合分析嘅數據方面呢，就有啲甩漏。咁所以我想提出嘅算係一個建議咧，就係醫健通會唔會發展成為一個係呢啲外掛程式嘅平台，等呢啲數據係可以直接輸入到醫健通嗰處。當然佢要達到某個標準，你先接受佢嘅數據啦。咁如果下一步係個系統醫健通嘅系統可以做埋一個第一線嘅分析咗之後係可能會提出一啲警示，咁就變咗係可以真係大大幫到我哋市民喺居家安老或者係治病嘅一個功能。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嘅意見。而第二個就亦都係關於 PSS 呢個疫苗流感疫苗資助計劃咧，剛才陳凱欣議員都提過，咁呢幾日事實上都收到唔少係家長啦同埋醫生方面嘅反應，家長都覺得係好似好複雜，要填好多嘅文件，而醫生亦都係話比起以前嚟講咧，真係系統複雜咗好多，人手輸入嘅都多咗好多，印出嚟嘅頁數亦都多咗好多，所以我一個建議就係會唔即係好多謝頭先局長都回應咗陳凱欣議員嘅提問，咁都聽咗唔少嘅優化措施㗎啦。進一步嚟講，會唔會可以考慮下，即係譬如家長佢係可以預先喺自己嘅 eHealth 加埋 I'm Smart 將一啲資料係預先輸入咗去系統入邊。咁如果輸入咗去資料嘅時候呢，去到醫生診所或者返學校係參加外展計劃嘅時候呢，就唔需要話係再人手填入，而只需要係系統入邊已經有，就已經係可以對接得到。譬如我 QR code 對接，咁然之後另外一樣呢，就係一啲打印嘅文件，其實係咪真係需要打印出嚟呢？我哋知道而家打印咗出嚟呢，其實醫生要儲起7年之後呢，如果衛生署話我唔要啦，咁呢醫生又要燒毀，係要燒毀，唔係就咁抌落垃圾桶。呢處都牽涉相當之多嘅程序啦，同埋係儲存。其實如果係唔需要打印而喺系統入邊呢，我相信係會幫到我哋好多忙嘅。咁第三樣就係個身份證數字啊，同埋名嘅輸入，其實人手輸入咧就真係會容易錯漏嘅，所以我都好希望真係可以盡快，好似剛才局長提過呢，係用身份證插卡嗰處呢，係取代咗醫護人員嚟輸入病人或者係家長嗰個姓名啊、身份證咁。而最後一樣呢，亦都係一個建議啦，就係可唔可以能夠有一個譬如衞生防護中心做一個短片出嚟，係有一致性啦，亦都全面啦、清楚咁解釋咗成個流感疫苗需要家長或者市民需要知道嘅事情，咁市民睇完啦，咁入去見醫生嘅時候，醫生只係就係答翻一啲剩下嘅問題，咁會更加係好嘅一種做法呢。睇下政府可唔可以喺呢兩方面都係睇睇有冇進一步發展。唔該晒。關於個流感疫苗接種嗰個，特別係個即係知情同意啊，以至個輸入資料啊、醫健通呢個問題咧，就其實我剛才已經答陳凱欣議員嘅問題嘅時候咧，都答咗好多。毫無疑問，一個新嘅電腦系統，即係好似我哋轉用一部手機嘅時候咧，都係遇到有一啲咁嘅技術上面嘅問題，我哋係要盡快處理咗。咁亦都不如我答翻你，主要就係關於個病歷要打印出嚟嗰度啊。咁呢個主要個原因呢，就係即係現有嗰個病歷嗰度呢，都需要係用一個簽名嘅模式嘅，係真係要嚇，真係要真係要簽名嘅嚇。咁所以咧就會形成咗係要有個 hard copy 一個硬嘅一個複印本印出嚟嘅。咁呢個咧就要去到考慮。嗰個喺個病歷嗰度，如果要即係簽知情同意嘅時候，可唔可以用個電子模式嘅嗰個簽署啦？呢個下一步我哋亦都係會呢啲，我哋都係會詳細去考慮嘅。但係而家啲剎那咧，確實個要求係需要真真正正用支筆係喺張紙上面簽落去，咁所以係需要打印嘅。至於你提到嘅第一個問題，個外掛系統咧，而家好多市民用一啲戴個手錶又好，戴一啲咁嘅特別嘅設備啦，一啲商業上邊喺個市場度有好多呢啲咁嘅設備嘅。佢有好多個數據嘅，監測咗有啲提到甚至好神奇，可以睇到好多好精細嘅嘢㗎嚇。咁但係咧，我哋都要明白啦，其實咧醫健通加咧。其實有一個功能啊，就係市民自己個健康管理，即係話如果你去地康健中心啦，去到做咗個血壓啦嗰啲檢查咧，
佢哋會上載咗上去嘅，甚至你自己嘅一啲其他嘅健康嘅資料咧，個市民都可以將佢擺上去嘅。不過喺任何呢啲資料嘅時候咧，我哋都要好清楚要明白先得，就係到底呢啲數據會點樣運用咧？即係呢啲數據，尤其是如果你一個連續性嘅24小時監測嘅時候，佢個質量係點啦，個準確程度啦，以至到底呢個病人監測咗之後，佢啲數據攞嚟點用咧？呢個到底係咪有需要咧？我哋都會明白啦。喺醫療方面咧，我哋想做一啲更加做好嘅檢查，但係我哋都要一定係實證為本嘅。高風險嘅人群，例如林議員你都知啊，ICU 入邊嘅病人咧，一定有連續監測嘅，嗰啲儀器好高質量嘅，而係對於呢個咁高風險嘅病人係非常重要。佢真係要每分每秒都監測住佢個心跳、呼吸、脈搏，以至血氧。但係如果呢啲市場上嘅呢啲咁嘅設備，隨隨便便一個好健康嘅人都帶住嘅，而佢將所有呢啲大量嘅數據傳送上去醫管局傳送上去我哋嘅醫健通嘅系統度咧，大家要明白呢啲數據到底係黃金定係垃圾？即係garbage in garbage out，即係你垃圾擺入去，你得出嚟嘅嘢就係垃圾嚟嘅。咁我哋都要分辨到出嚟先得。就喺呢段暫時呢個階段啦，我哋冇任何嘅計劃係將呢啲咁樣嘅市場上邊咁大量嘅呢啲咁樣嘅所謂監測嘅儀器嘅數據咧輸入去，因為會造成個系統好大嘅負荷啦，甚至會即係有啲即係 false alarm 啊呢類咁嘅情況出現咗嘅。但係將來對於一啲高風險人群，例如可能一啲心臟病嘅病人將來佢離開醫院之後，可唔可以喺社區度有呢啲咁樣嘅監測系統係上傳到去咧？呢個肯定喺醫療方面我哋會考慮嘅。多謝主席。好，唔該晒。